10万安尼吼，啊，但是迄万一你家己拢用袂着啦，对无吼？哦，啊，你知影讲你的手机啊吼内底啊，你会通伫遮啊去买物件的时阵，你会通结合手机啊去买物件无？哦，听讲伫中国啊是一寡所在吼，啊，迄支付宝对吧？哦，啊，我若去顶头买吼，我著手机啊甲拄去吼，啊，伊就甲我扫描一下，啊，就扣钱去啊。哦，然后佫有现金的回馈。哦，所以你爱看讲，你咧使用这个卡片的时阵，你的卡片是毋是有即个权益？我想即张吼，大部分的人拢有啦，有无？哦，即张什么卡？啊，市民卡。你若是伫桃园市的吼，啊，你有去申请即张卡无？啊，特别有遮个年长啊，65岁以上对无？啊，有敬老卡。啊，敬老卡内底你摕即张啊，上车甲比一个，啊落车佫甲比一个安尼对无？哦，啊钱就扣去啊，哦。但是你知影讲即张卡还佫有其他的啥物作用啊无？知啊毋知？啊，啊是你甲人啊，我著反正即张卡就是内底吼，坐公车用的尔，安尼比一个吼，啊就会使去哩安尼吼。啊，其实咱的市民卡内底吼，你会通结合真侪，你会通缴税，你会通有真侪遮服务会当缴停车费吼，做遮。啊，你可以去了解。啊，你若坐桃园的捷运吼，机场的捷运，你知影讲啊，桃园市民有迄个优待无？有啦吼，啊，讲听讲有8折的优待安尼啦吼。所以你看有真侪，咱伫咱的身份的时阵，你咧申请的过程中间，你是毋是清楚知影讲你本身有遮个权益，你会通伫遐用？我20几年前要去美国的时阵，要去申请即个Visa 即个签证嘛吼。啊，迄时阵签证你拢爱去对 AIT 美国在台协会对无吼？啊去的时阵你爱填资料啊，资料填的你会去。啊，迄个时阵无像即马较利便，即马伫电脑的顶面你会当有用安尼吼。啊，迄个时阵你拢爱本人去到伫美国在台协会哦，即 AIT， 啊，伫遐咧约迄个时间了，爱安怎面试吼、面谈吼。啊，我会去啊，我会写资料啊，我是牧者安尼吼。啊去甲我问一个问题吼，去毋知要问啥，啊去甲问一个问题，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我性别、性别、性性，好 ，OK， pass。你知影无？你若毋知影，你就伫遐哦。你这想假的款吼。有当时我咧问讲，咱要诚做基督徒，你知影圣经内底几卷无？看聊我看者也知。兄姊妹，咱信主信遐久吼，你知影讲伫圣经内底旧约甲新约，我一直在提醒，一直在强调。啊，无万一人讲啊，你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咧看圣经，啊，圣经到底是几卷？你袂使讲也知啊。哦，旧约几卷啊？哦，毋是6卷哦吼，39卷啊吼。啊，新约咧27咯，所以39安怎？安尼好记无？我甲记起来吼。所以旧约39卷，啊，新约27卷，啊，加起来几卷？哦，有诶兄弟讲啊，加起来都59卷啊。我讲你个算看嘛，我讲39加27，啊，讲59卷安尼吼。哦，所以伫遐有当时啊，伫面谈要洗礼时，有真侪足趣味的代志吼。不过我爱提醒讲，咱要真做是个基督徒的身份的时阵，上无上帝话、上帝教示，咱爱清楚啊。哦，所以你知道不知道啊？你知影毋知影吼？啊，有关上帝话透过记载伫过去对创世纪哦，啊旧约的上尾一卷啥物？啊？旧约的上尾卷啦，马列基、马拉基啊，马啊咧救鸡啊啦，马拉基安尼啊咧记会起吼。哦，啊新约第一卷的，拢甲圣马有关系啦吼。马太吼，啊新约的最后一卷，启示录。
上无人爱讲，你嘛小可人好一下，对无吼？无人爱问讲迄个圣经上尾一卷新约上尾一卷，你又讲知迄卷毋知啥物货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透过伊的话，对过去创造宇宙万物万物的造成生命对倒来，上帝拢交代透过这圣经，过来就讲咱未来咱的灵魂要去啥物所在，最后的徛家安怎描写？伫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内底，拢伫安尼描写。所以拄啊，我咧。互咱知影讲，你知影你的本身有真侪遮的权益，你知无？你若毋知，你就无法度伫遐来享受所以当咱信耶稣了后，你的想法在改变，你改变的过程中间，你有一寡遮的权益嘛咧改变。即马有真侪信用卡慢慢伊一寡遮的优惠的权益拢无去所以你爱去了解讲，你所有的是啥物？你当会通伫遐来使用？你袂使讲凊彩摕一支旗讲看人来旗甲比落你就过你也奇怪，我哪会袂使？我去新加坡爱买伊新加坡的电话卡，所以到伫机场我就因为伫台湾伫网络已经买好所以我去机场了就去迄个伊专门的柜台问伫对柜台，你就去甲摕迄个电话卡电话卡了后，咱就甲即个拔起来，然后甲换迄个卡。你伫迄个所在，当会通安怎？卡电话有网络，当会通联络，安尼用Line就免钱嘛所以换好我讲这中华电信的卡爱甲收好，我都收足好势结果上课可能伤忝啦，先找奇怪，我的卡到底是放伫佗啦我就一直祈祷这毋知有落伫迄个机场内底，我都有讲收足好势咧到尾我搁伫机场前要转来前，搁也问恁有捡到这个卡无啦？伊讲无呢，早迄个记录拢无捡到。好啦，我心内嘛平安啦，因为你的卡互去捡伊甲你乌白卡，你都爱付真侪的费用转来过工，我就爱赶紧去换这个卡，换这个信卡安尼小姐伊就这个新的卡你签一个名的你的手机互我我帮你换卡，我就拍开这个手机当我拍开时阵，讲这个卡片伫内底啦。收了伤好势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若要换旧的卡就爱付300块。小姐讲，你知影无？阮即马有一个 NFC 卡，这个新的卡你卡用落的时阵，你手机我甲你设定好，你以后悠游卡啦、一卡通啦，还是iCash 啦甚至有真侪只你拢结合伫你的手机哇！我才知影讲原来这个新的卡你若去换，佫免钱所以有真侪只咱知影的时阵，咱才会通伫遐来使用。你若毋知影，你可能你即马你的手机你若是中华电信的，你还搁咧旧的卡，旧的卡就袂使结合安怎？袂使结合即马的支付的支付的功能安尼。安尼搁互因为因祸得福安尼所以互我会通伫遐认捌一个讲有新的遮的一个你的身份，还是讲你所有的会通伫遮正做有一个新的一个支付的功能安尼伫生活中间有搁较利便。身份的改变会通带来有真侪遮的应允，亲像拄圣经内底所写的保罗伊提到讲，伫即个基督的奥秘内底奥妙的内底，咱是毋是知影？伫即个奥妙内底，你是毋是知影你家己的身份？第二，保罗伊伫遐讲我因为生命的改变，所以诚做福音的执事，所以伫遮要安怎将基督丰丰富富的恩典传互遮个迷信的亲友伫历代稳重的遮个秘密内底，咱看讲对创世纪一直到伫马列基书内底，当然通过几位先知伫遐预言，总是对当时的人来讲，因无了解。
一直到伫耶稣基督出世，然后伫遮的使徒因受竞选，伫军队耶稣的时阵，迄个中间因嘛也无了解，对无？当耶稣过啊了后，然后圣神的感动因，然后因就甲讲圣经讲啦，因想起耶稣的话。当因伫迄个耶稣受钉死，还搁咧哀伤啼哭、惊吓的过程中间哦，因无了解，因无想到讲耶稣过去所讲的话。直到耶稣出现了后，愿恁平安，佮甲因教示，互因知影讲，当初时我设立圣餐，最后晚餐，当时伊所讲的话，然后因甲想起来，当想起来啊。所以圣神甲咱三同在，就是要互咱想起来，想起啥？上帝的话，想讲你有啥物款的权益哦？所以这个奥妙内底是古早拢伫遐砍掉的，总是伫新约的时代，耶稣降生了后，将这个秘密拍开啊。好亲像你毋知影你的权益是啥，你等于拄着，你了解，听人讲了就拄着啊。所以迄个小姐讲，先生，我甲你设定好势啊，你会通使用吼。结果我转来奇怪，一直操作拢无法度。所以我隔工我阁走去问小姐讲，迄个中华电信的小姐讲，为什么你著甲我设定好势啊？为什么我无法度用？伊甲我讲一句，讲 iPhone 即摆功能也无法度用，只有 Android 即迄个吼，其他的他会通用。吼，讲原来安尼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毋知的时阵，咱就一直伫迄中间有足侪时间在操作，总是你无法度得到迄个功能，迄个好处。今仔咱的信仰嘛是相款哦。你无清楚，也是讲你听，我就有听，我有来教会，总是你毋知影讲，我无做即个动作，就是接受耶稣成做生命的救主的时阵，我就无有即个永远活。无这永生永远活的一个福气伫咧哦，所以透过圣经的福音，要启示咱知影讲，伫基督的奥妙内底，是要提醒咱你有机会得到啥物款。第二就是讲，这个奥妙的属性是甲耶稣基督有关。对古早旧约一直到新约的结束。中间最要紧的中心的信息就是啥？基督是基督的救恩，所以佫称作基督的奥妙。所以伫这个奥妙内底，历代稳重总是伫新约的时代，伫咱的时代哦，这个秘密已经拢互咱知影哦。所以互咱知影了后，过来就是看咱啊，你爱付出啥物款的行动。像拄仔我咧讲有一位兄弟。伊受引出来有一段时间啊，对旧年开始一直来伫咱的中间吼，了后伊今仔日透过圣经的话，甲拄仔念伊咱要看的影片，伊讲牧师，我拄仔目屎一直流啊，讲迄圣神咧感动你，然后伊就一款的行动，上紧的。上军的洗礼日子是当时，我5月7号，所以伊就赶紧去万双遐摕迄个报名表，伫遐随签随报名。也即摆咱看伊讲，即个奥妙透过圣神的启示甲感动，检测有当时咱无明白，总是因为伫遮的诗歌礼拜。圣经牧师所传达的过程中间，检测互伊受感动，知影讲。哇！这个奥秘是透过耶稣基督，互一切所要领受的人，咱做来读来，当互因的心受安慰，伫仁爱三结连，对充满的晓悟得到一切不有，来深知上帝奥妙就是。互咱知影讲，伫这个福音，上帝要互咱知秘密，这个奥妙就是耶稣基督。以色列人、犹太人因无了解，还佫等待有一位其他的军事比赛啊，即个救世主比赛啊
来临，总是耶稣已经来，有的人因无要相信哦。所以，互咱知影讲，伫外邦人中间，咱做下读来，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互事，当做一个身体，三甲有分伫所。哦，所以伫遮讲，就是外邦人伫耶稣基督，啥物人是外邦人？甲你边仔讲，你就是外邦人。那安尼，咱才会做外邦人的，因为耶稣基督本来因认为讲，这福音、这个福气、这个应话是甲犹太人、甲以色列人有分哪定，咱拢无分。总是透过保罗伊所领受的吼，圣神甲启示，你着爱传，你着爱讲，所以伊就将福音传到伫外邦嘛吼。所以伫这外邦人的中间，咱看以色列是啥物所在？以色列是伫欧洲、非洲、亚洲的12路口啦，无数捌分享过嘛。所以咱记得讲，为什么上帝要选择耶稣降生伫这以色列伯利恒的所在？就因为伊伫世界的12路口，所以这个福音也透过这个使徒，然后将安怎将福音对像保罗伊就坐船对该撒利亚，旧年有去该撒利亚，你就记得哦，伫遐。这希律伊去遐个所在，总是保罗透过迄个所在坐船到伫欧洲，然后将这福音传到欧洲哦。今仔日福音对欧洲传倒转来到伫啥？亚洲传到台湾，所以南部是对一位传福音的宣教师，到伫马雅国对吧？北部咧，拢姓马的吼，马街对无？所以对苗栗以北一直到伫宜兰罗东等等遮，就将这福音传到伫北部的所在。所以你要看伊讲，福音对亚洲传到欧洲，传到非洲，然后对欧洲搁传倒转来到伫哪亚洲，互咱今仔日有机会知影讲我做外邦人，伫犹太人的眼中，咱每一个拢是外邦人，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福音。互咱知影，咱看圣经这个好消息，福音好消息讲，我会通因为信耶稣，我会通当做啥？当做上帝的囝儿啦。过来咧，当做一个机体连面咱会讲到，然后佫有这应允哦。所以伫耶稣基督内底，这是以弗所内底常常咧提醒咱，是耶稣基督。咱的祈祷嘛是要靠耶稣基督的名伫遮来祈祷。所以圣神咧提醒咱、启示咱，这个秘密、这个奥妙是要创啥？是启示咱、感动咱，互咱知影讲，你会通因为耶稣信耶稣了后，你有通有无限丰富的这恩典伫咱生命内底。咱做下读来，是前代袂捌互人知的，无亲像现今伫圣神启示，伊这个圣的使徒、先知一样哦。所以伫遮。过去人毋知，旧约时代人毋知，总是今仔日伫新约时代以后，咱会通伫遮知影。过去古早人因无圣经，靠着口传。今仔咱有圣经，圣经佫有现代中文译本啦，佫有最近新翻译的译本，佫有足侪透过英文，透过无共款的语言客家的圣经足侪，这个就是翻译出来要互人知影啥？一个目的，知影上帝福音的奥妙，知影上帝的旨意。所以伫遮，咱看讲，咱知影这个福音了后，咱要安怎伫遮来分享出去哦？互你知影讲，这个无限的丰富，伫耶稣基督内底是互咱会通，因为这个信仰，这个气力。应付无共款的这个环境所带来的需要，无论是你有平安无平安，无论是你伫患难困苦中间，你即马在忧伤、咧忧愁，你伫喜乐的中间，你伫试探的中间，你伫亚善的中间，你伫检测精进的中间，保罗讲，我会通随时随在面对这个事，我会通伫遮面对。因为上帝伊有逐样这个气力、丰富、安慰启示，互我会通去面对这。特别是讲，这个互你知影讲，因为咱咧守圣餐的时阵讲这是耶稣所流的血，为着咱来拍破设立的对无？所以伫遮为什么要流血？
就是过去咱伫迄个拜拜中间，咱爱安那抬祭牲嘛，祭牲就爱安怎流血啦，流血为着咱来赎罪、付上代价。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流出来付上代价，为着要满足啥物？满足上帝的公义。啥物是上帝的公义？就是这个义，就是对歹无好的罪爱对付。所以罪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伫遮咱看讲，耶稣流的血就是要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若安尼，咱会通伫遮安怎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刑罚临到伫耶稣，所以伊受鞭拍，咱得到啥？伊受刑罚，咱得到啥？平安，因为这刑罚临到伊，总是咱得到平安，咱得到医治。所以这恩典就充满伫信靠伊的人的身上。那安尼咱就知影，伫耶稣基督内底，我破病时，我会当靠耶稣的名来到上帝面头前，主啊，你医治我。我伫迄个手所做中间，你若看伊讲得到血财、钱财是对啥物人来？对上帝来。那安尼你就袂去拜啥物五路财神嘛？你就袂去拜人手所做者，你会拜伫耶稣基督内底，伊就将天顶逐样丰丰富富的恩典、属灵的恩典，拢要享受我。那安尼信靠一位三一的上帝，我就够业。那安尼，咱就知影讲，伫耶稣基督内底有真侪这丰丰富富。你若知了，你就爱去安怎行出来嘛。所以你知影讲，我信靠耶稣，我会通有上帝囝儿、查某囝的身份。那安尼，伫洗礼时阵报名。然后牧师咧问的时阵，你就誓约，我有信耶稣是救主，天父上帝是我的天父，圣神做我的保惠师。当你用行动安尼宣告的时阵，伫耶稣基督内底，你伫祈祷的时阵，靠耶稣的名，阿门，阿门，什么意思？上无你嘛讲耶稣，阿门，的名的意思你爱了解嘛？所以无你讲靠耶稣名，亲像圣经内底遐毋捌耶稣讲，我互保罗所讲的迄个耶稣名，阿门，无效。你了解无？你要靠耶稣名，是因为你捌这位耶稣，因为你知影伊对世人忠告，因为你知影讲伊会通救赎人有永远的活命。你知了无够，你爱搁安怎接受伊？所以约翰福音第1章的12节讲啦，既然接待伊、信伊的人诶，伊会通赏赐因权柄，对无？上帝赏赐伊权柄，会通做啥？上帝的囝儿、查某囝。这个就是你知影都无够，你爱伫遮活出来，然后伫你的生活中间，生命有即款的改变。你知影保罗伊用伊家己的经验伊讲伫使徒行传你若对7章8章开始，司提反伊顺道第8章讲啦，教会开始受大迫害。第9章伊要去刻迄个文书，然后去逐所在，要去掠遐基督徒。你有信耶稣？掠到伫迄个耶路撒冷伫遐。拔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行到啥？行到迄个大马色，就是即马大马士革的所在伫遐发生啥物代志？即段圣经咱拢应该若无对毋知。伊就光压照光照的时阵，伊就怎拍伫涂骹。发生啥物代志？有声甲讲扫罗扫罗，你为啥物安怎迫害我？扫罗讲啥？你是谁啊？你是谁？耶稣甲伊对讲，我就是你所迫害迄位耶稣。迄个时阵，伊的目睭就看袂去，伊要掰开，目睭看无，总是心内足清楚。本来是心内青迷，目睭看有，总是安怎？即马心内看有，目睭青迷，3工袂食袂啉。所以伫迄中间，耶稣甲伊讲：你起来，你到你大马色，有人会通引带你。
所以伫迄3天的中间，你看伊的心灵甲主上帝伫遐来连接咯。当时耶稣嘛，伫伊的异象中间来感动啥物人？生阿的阿那利亚吼，这阿那利亚伊安怎？伫迄个异象的中间来领受。耶稣讲：你起来，有一个大数人，你去甲伊直接，你带你甲服侍。阿那利亚安怎反应？拄仔开始安怎反应？你敢毋知迄足歹人？大歹人拢咧掠基督徒呢，拢咧掠信徒呢，真正要去甲救吗？有当时有人迄个人遐尼歹，敢爱？上帝讲做你去，你只管去。上帝主耶稣甲讲，你做你去，然後咧，咱看真正，伊去甲帮赞，然後为基督的神发生啥物代志？目睭隐形眼镜落去是无？鳞片那像迄稀烂的蓝片，总落去，伊目睭就看。主甲讲啥？你做你去，你只管去。为什么？因为伊是我所要竞选的器具，所以伊要伫外邦、君王以及以色列人中间来宣扬主的名。阿那利亚顺服了安怎？互即个伫人的眼中大歹人。保罗伊嘛甲伊讲，我是伫罪人的中间的安怎？罪魁若中文的现代译本讲啥？我是罪人中的首恶，上歹的迄位啦，首恶。足歹人总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怜悯，所以伊家己伫伊伫讲伊的见证的中间讲，我遐尼歹人，上帝怜悯我，使用我，互我有机会伫遮来传福音所以提摩太前书第1章15、16就是讲，伊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上帝怜悯伊，会通伫迄个罪魁的中间来吞忍，然后呢，互遐个后来信耶稣的人会通得到永远活。这就是咱看上帝的奥妙真奇妙所在第三，咱看讲福音的奥妙内底咧讲啥？拄仔已经3同啦3个来，咱要来伫遮来看一段影片一段影片，到底这个福音的奥妙透过这个影片，咱通做伙来看讲这个影片咧对咱讲啥物款的话。小声一点，较细声的。这是一个桥的管理员因伫外国，有当时迄个桥拢会当撑起来火车会经过。一台火车要经过一只船嘛要经过。Уже видим за твой самого. Ahoj. 这老爸接到电话要处理这个伫海中的这只船的问题，总是伊无看见一只火车要通过。老爸无听去囡仔的话声。
这火车顶的这乘客拢毋知发生啥物代志，甚至有人伫迄个座中间，有拄当要煮迄个毒品。这个影片后壁佫有一块啦吼，总是要反映出来，互咱知影讲上帝疼伊甘愿牺牲伊的独生囝为着要拯救遐，检查伊毋知影，这个救恩。真侪人因检查伫火车顶面，伊毋知影讲是因为这个管理员伊牺牲。本来通去救伊的囡仔，总是伊选择救规车的这个火车的人。上帝牺牲伊的独生圣囝耶稣，互咱每一个人，亲像火车顶的这个乘客共款，有机会来得到救。总是真侪人因毋知影，因无了解为虾米会得到救。即卖即个福音的奥妙，就是要甲咱讲，因为耶稣基督伊为着咱而付上即个代价，所以互咱会通当做上帝的囝儿，会当有机会有即个权利来承受对上帝来、天父上帝来这一切的产业。这是福音的宝贵的奥妙。总是今仔日咱会想讲，那遐济人无了解，无要相信。第二，咱看讲，咱会通做伙伫遮来做礼拜，无分族群，无分你的身份，是因为耶稣。所以伫耶稣基督内底，咱会通做伙伫遮来礼拜，会通领受上帝话正做咱的帮助，咱的气来哦。当得到这个应允，这个应允是伫耶稣基督内底第1章第3节讲，天顶所有属灵的这各样的福气，要赏赐互咱，要应允互咱。所以咱看伊讲做魔鬼的萝卜，常常陷入伫迄个失败、负面的即款的意念，伫迄个丧香受咒诅的中间，常常咱的埋怨、检查今仔日咱爬起来，咱会感觉安怎？哎呀，天气呢变甲遐寒，佫落雨，咱会先埋怨，也是讲感谢主，佫是新的一天，出日落雨是你所定。拄仔听文生长老讲警察有来，可能人报头前以后头前迄奥多摆车拢袂使停啊。有当时咱听是毋是埋怨，也是讲感谢主啦，凡事拢有你的即个旨意伫地吼。所以伫遮咱看，无论是好事歹事，咱是毋是会通伫遮属上帝囝儿查某囝有迄个属上帝的思想伫咱中间？咱知影讲，咱的身份是啥物，咱会通得到即个应允。保罗伫遮咧提醒咱，你得到即款的福气的时阵，
你爱安怎伫遮来回应？这个无道的朋友，伊讲伊要洗礼，伊嘛伫楼骹中间短短啊讲一讲，要伫伊上班的职场的中间，要将这个福音安怎发扬光大。是因为圣神的感动，互伊会通做即款的回应。保罗讲，伊较早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总是伊会通真做忠心的福音的执事，是因为伊安怎？是因为伊伫生命的中间有拄到迄个光甲照经历，然后伊困着人，总是反倒等人接纳伊，然后伫遮来帮助伊定心。来改变伊的信仰，所以生命的转变，啥物是执事啦？执事伫教会中间是一个职分，所以执事伫希腊文伫希腊文内底原来意思是奴仆，是车役，是受车用的哦。保罗讲，我本来是比这正信徒的上世中间搁较细，所以伊较早是安怎拿着鸡毛安怎当令箭，对无？伊去摕遐文书，就是要伫遐共人喊话，然后共人掠。总是到尾，伊家己愿意伫遮用伊生命咧服侍人，甚至为着福音的缘故，伊受关押。所以咱看遮真侪遮监狱中间的书信，伊伫监狱中间伊写遮批，伫受关押的时阵，伊阁会通去写批帮助遮教会坚固因的信心。互因知影讲，伫患难中间，毋免掠做见笑，伊无掠福音做见笑，因这福音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甲希利尼人，就是咱所有这外邦人吼。所以咱看伊真做这忠心的一个福音的执事，也伫提醒咱，互咱伫咱的生活生命中间，咱做这毋是干那讲伫教会做这执事，就是讲你。徛伫你的生活中间，你会通做福音的执事，就种或者上帝来采用。好参照伊讲主甲阿那利亚讲，这个就是我要竞选的器皿哦，我要所要使用。今仔上帝也透过咱无共款的伫志工队也好，昨志工一日游嘛感谢主祈祷的时候，我就有祈祷上帝互阮凉爽的天气啦。感谢主真正足凉爽拢无佚佗的时阵拢无落雨甲开始要上车伫车顶困的时阵敢落雨倒转来到遮有落雨无？无落雨所以上帝真正足奇妙所以透过这活动慧清讲牧师你要讲啥？意思讲报道我讲先免啦，甲因建立关系啦甲因好好建立关系。然后中间有遮受邀请来讲，安尼我会当来教会做志工啦，我会当来教会兄弟姊妹是因为你的引带、你的分享，所以有机会来参加这活动。参加这活动，咱的属灵家长的学习讲啥？设定啥对象然后咧，为伊安怎会拢生活带导。建立关系，搁有机会带安怎决志栽培伊。顶礼拜礼拜下晡要坐伫遐咧分即个更新有少年人入来。少年人入来，我有看中义长老就活去，活去了就开始安怎神奇的一刀我伫边仔甲看，讲了呢，小可提切迄有一个所在我甲补充者，落尾伊带即个少年的做决志祷告。感谢主我上帝使用你我有人分团单，有人医疗咨询，虽然今仔天气歹我拄讲天气歹小暂停安尼。不过真侪只来社区据点的是安怎？因伫医疗咨询中间摕到迄个。据点的单张，也是讲送达也是讲遮教会团单，然后来到教会，因为安尼来洗礼。兄弟们，你有看到啥？用神益人，就是讲咱所做，毋是我外劳，是我替伊祈祷，伊得到医治。我分团单，因来伊信主你功劳归我，毋是，是因为上帝使用你我每一个人
检测透过牧师的分享，透过你的关心，透过你的带导，透过你小组长的关心，透过咱关怀团队的关怀，透过你参与伫迄个，就讲即礼拜六，还佫有一个个别礼拜，透过你的关心，因为遮个丧家的人虽然无多，但是透过整个的服侍，伊来信主。有款的人无有，第三个中间就有，所以受到感动，互人会通得到这个好处，得到这个利益，这是信仰一个真要紧的。互咱做伙来读来，也互众人拢明白，这个奥妙是怎样安排，就是历代以来藏捌伫造万米的上帝，特别对教会，互伫天理遮的办证事的。有关联的，知上帝百般，知毋知，是因为透过啥教会，互办证书的，互有关联的，互遮个每一个人拢有机会伫遮来明白是借着教会。教会是啥物人？就是你我每一个人吼。所以福音执事的一个真要紧的内容。毋是安怎？这个执事毋是干那伫遮来举圣餐，即个奉献茶啊哪定，毋是来招待哪定吼。这个福音的执事是讲，我会通分享福音，将基督无限的恩典丰富来安怎传互遮个迷信的人。然后咧，互因知影讲，哇，原来上帝安排耶稣基督的救恩，互我信靠伊的人，毋免搁再像过去旧约安尼迄个时代，伫遐来用祭牲来拜拜。毋免啊，后礼拜咱伫遮安怎对过往的亲人，咱用啥对书？所以若还袂写的要对书你的亲人到今仔日是无？今仔日你会通去登记，然后后礼拜咱伫遮要挖清明啊，咱有对书孝念。为什么毋免拜？毋免用遮个祭牲、遮个祭品来拜？为什么？因为伊信耶稣啊，信耶稣了后，耶稣。有一天，伫咱百岁年头的时，带咱倒转到天理的祖家，所以咱毋免为着这个过往的亲人因的以后来烦恼。伫启示录内底就拢真清楚伫约翰福音14章真清楚，甲咱讲起耶稣听咱为咱备办的所以伫遮互人知影讲，上帝伫你的生命，伫你活地，伫你以后，拢甲你安排好势吼。所以你会当好胆无惊吓，真侪人为着啥公妈的问题啦，为着祖先的问题啦，伫遐底担心嘛感谢主，下昼2点半有一个圣别礼拜，就是甲遮个五常拄去，亲像约书亚伫甲遮个百姓讲，来，恁决定者，恁要侍奉大河遐抓转来的五常。也是要信靠耶和华，选择侍奉耶和华上帝。若轮到我甲我的家，伊安怎讲？我要服侍耶和华。所以伊真坚定伫遐来宣告讲，我要侍奉耶和华。后来百姓就回应无啦，我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伫遮互人好胆无惊吓来到主面头前，求主来帮助咱咯。兄弟姊妹，上帝拣选你，上帝拣选保罗真做伊福音传互外邦人，这外邦人包括咱会通信靠耶稣。其他上帝嘛拣选你，真做这所有的外邦人，就是这迷信的兄弟姊妹互因安怎好胆无惊吓，因毋捌教会是啥物，因会通入来讲，哇，原来教会来到教会遐尼好伫迄中间透过据点，透过逐样的时间，因会通直接来认捌即个信仰所以即个奥妙，即个秘密伫耶稣基督内底已经显明，互咱知影所以咱今仔日就爱好胆无惊吓来到主面头前咱也鼓励因好胆无惊吓，咱好胆无惊吓，甲人讲福音，所以因好胆无惊吓，带因来到主的面头前咱。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教因安怎祈祷，你带因安怎祈祷的时阵，靠耶稣的名，就是上帝要拯救，上帝是拯救，上帝要帮助你。阿门。拄我讲诚心所愿嘛所以当咱替人祈祷，咱教人祈祷的时候，就互伊知影讲，伫耶稣基督内底，你有啥物款的应允，啥物款的好处所以罗马书15章安怎咱互人得到
利益上帝透过咱，或者个社区、这个厝边的一个使命人，使他们得益处，互因得到好处，使他们得喜悦，心内有欢喜。最后咧，建立因的德行，就是因的信心吼。所以咱看见，当你愿意诚做上帝赐用吼，上帝就要使用你，诚做是祝福人、应允人的一个真要紧的管道，诚做忠心福音的执事。咱要做为起立，咱用酒诗歌，咱知毋知？咱若知，咱就会通活出伫咱的信仰的这个款式哦，荣耀上帝，互人来得到利益。兄弟姊妹，你知这个救主是永远是赢过死无关系。所以我甲兄弟姊妹讲，你所信的伫你内底比外口搁较大，阿明嘛。这偶像是人所雕刻的哦，茫甲伊放大。兄弟姊妹，主是掌管万行的主，伊无所不在，伊知影你的心思意念，伊知影你的软弱，伊会通互你挖靠。所以咱透过酒诗歌，咱来回应咱所听的哦。我知影，我想我的是我的，你是因我的主，你心要看无路的时，伊带我行义的路。我知影，救赎我的是我的。你是因我的主，你曠野真孤单的时，伊伴我做我的伴。我知影救赎我的是永远我的，我心无过忧伤。我要伫每一个日子中，领受伊的风声的听。我知影救赎我的是永远我的，我灵经是个我，长扫家己等的日子，我要经历更的日。我知影救赎我的是永远我的，我心无过忧伤。我要伫每一个日子中，领受伊的风声的听。我知影救赎我的是永远我的，我灵经是个我，长扫家己等的日子，我要经历更的日。长扫家己等，长扫家己等的日子，我要经历更的日。三个来祈祷。主，阮知伫你内面，阮会通成做上帝的囝儿。主，阮知，阮会通同做一体，做伙来学乐敬拜。主，阮知，阮会通同心来领受你的应允。这个应允是超越所有万行米。主啊，阮毋但知，会通搁去行。阮毋通知，搁去传，诚做福音的车用。阮看见还阁有侪这亲友，
因伫亲像火车顶遐个乘客共款，毋知。求你的神来感动阮，透过阮伫逐样的智慧、逐样的方法中，甲因三甲分享永活的好消息，帮助阮，毋但家己经历，也会通欢喜，互这亲人做伙来经历。主圣神，你家己感动阮在座的兄弟姊妹，无道对错，因的心要骄傲，阮信主的要成做福音的册用。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若要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主日到你的圣殿敬拜而乐你，所领受的福运，帮助阮将福音传予未信的亲友。阮奉献时间、金钱做圣工的路用，求主甘纳，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请余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声，咱要为着各项事来祈祷吼，咱为着互咱的兄弟姊妹透过分享信息，透过咱的礼拜，通明白伫耶稣基督内底所有丰富的应允。咱为着下昼2点半的圣别礼拜来祈祷，愿圣神的大开力同在，救恩临到伫这个美秀姊妹的全家吼，为着这礼拜拜六咱有这个别礼拜吼，咱这为族无信的，因为会通伫遮知影，因会通享受救恩，咱同心来祈祷。
求主神来引带启示，互阮明白伫耶稣基督内底，会通当做好事，会通同心来成做一体，当受应允。主啊，帮助阮，因为透过神，你也通过教会来祝福做这社区的朋友、未信的亲友，还有机会当伫福音的好处，透过关心安慰。也互遐忧伤的人会通得到帮助，也互软弱的人会通得到坚强。祈祷靠耶稣的性命，阿门。咱来大声欢迎头一遍伫中间做来敬拜兄弟哦，张宏业兄弟，毋知是啥物所在，好无？张宏毅啊，咱甲欢迎吼。来第二位。为主姊妹黄梅子姐妹，来，请来咱个欢迎哦，上帝说，个迄个咱的世泽先生吼，迄个问安讲啦，红梨酒啊，还是啥？红梨酒啊，是吧？因为好。Taki Sawa 上，沙瓦好，落着，请坐吼。无共的语言嘛，通当做一体，这是拄咱所讲的，对无？来，佫有无？无咱来看消息的报告。下礼拜有要召开中执会，请各单位伫3月29提出报告。咱5月初5要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若有感动要洗礼伫4月21牧师也是咱的行政干事来报名。为顶个老师的讲座顶礼拜坐甲拢无够坐啦所以咱伫即礼拜日1点到3点半面对死无时的开力甲毋望。咱新安宫也是即个每个眼镜设计已经来后尾就去购买。咱总务部定4月初4月初5有大楼的消毒，所以你若有囥伫教会有一寡物件检查会受影响，你爱量早客转去无会中毒即2天牧师专家也拢无伫遮啦所以迄2天拢无开放拢无开放。咱的阿卡贝假日班咱有社区的囡仔，咱会通招伊来参加会通照咱州报所顶的伫遮来报名。协会办志工的训练这是敢若1天的5月初4，一天若定会当摕到志工证，做伙来服务咱的教会甲社区青年第9页的团宣队开始咧报名咱也为着这个青年历次，若有这个青年人鼓励因来参加，因的生命会通改变具体消息的部分，请来看第4点第4点，陈集希兄弟伫3月15望主恩调乡年70岁，3月30就即礼拜六拜六8点早起有入念火化12点，共款伫12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咱阁有上课所以12点咱的参与就是诚做福音的执事透过安尼关心咱来关怀即个家庭下昼有性别的礼拜，咱也为着即个礼拜来祈祷毋望老秘书姊妹因囝儿新妇拢信主伫咱的教会即马毋望因全家会当伫遮来信主好，咱来读金句读2遍做来。就是外邦人伫耶稣对福音当做好事，当做一体，是当所应允的，以弗所书3章6节。
就是外班人伫基督耶稣对福音当做护士，当做一体身体，三甲有份伫所应允的，以弗所书3章6节。这是咱做来吟线会基督的诗402首，基督有时说，请有牧师为咱祝祷，请起立。困叫主连做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叫你甲我多个保护，若是我愿用剑比是正，在我得以遵守你改变。当心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恁伫耶稣基督内底所应允的归伫恁，伫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权柄充满恁，也愿天父上帝伊的慈爱怜悯临到恁，经宣恁诚做福音的执事，互伊采用，也有圣神的感动，透过服侍，互未信的亲友同得福音的好处。咱通享受阳光的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谢谢，密道。咱下礼拜到这，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需要祝福的，通来到你头前。哦，懂。啊，顶文。好，懂。OK。好。